紐約期油收市報每桶94.24美元，上升0.96美元。紐約期金收市報每盎司1683.2美元，下跌0.7美元。加元匯價收市報101.41美仙，下跌0.21美仙。香港恒生指數收市報23,356點，下跌24點。日經平均指數收市報10,068點，下跌278點。財經簡訊以及黃昏新聞專輯報道完畢。就將消防隊嗰個預算呢，唔單止冇減，反而就增加咗喎。所以得到好多人嘅支持翻。係啊，咁多倫多市議會呢係通過咗將會增加80名前課嘅消防員，亦都會呢將之前呢計劃話要停止運作嘅5部消防卡係重新投入運作㗎，同埋呢有一個消防局原定要關閉，但呢個計劃呢暫時呢都會擱置㗎。咁如果呢收音機旁邊嘅你係喺多倫多居住又或者係工作，對多倫多市政府呢一份財政預算案滿唔滿意呢？歡迎你哋喺6點半之後打電話嚟我哋嘅直播室發表你哋嘅意見㗎。